歡迎回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化學科。本影片內容會講解阿佛加德羅上訴。19世紀時，意大利化學家阿佛加德羅發現了1摩爾的任何物質所含粒子的數目都是一個常數為6.02乘以10的23次方。為了紀念阿佛加德羅化學家，便稱這個常數為阿佛加德羅常數。摩爾這個名詞，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單位，用來量度化學物質的數量，例如量度距離用米及量度時間用秒。摩爾是與粒子的數目有關，但與粒子的質量無關。1摩爾物質所含的粒子數目相等於6.02乘以10的23次方。粒子可以是原子、分子、離子甚至電子等，取決於是哪一種物質。如果這一小堆碳，它是擁有1個摩爾的數量，即代表這堆碳含有6.02乘以10的23次方的碳原子。化學家為何將摩爾定義為6.02乘以10的23次方？他們將1個摩爾物質所含的粒子數目相等於12克，碳12所含的碳原子數目，亦即是6.02乘以10的23次方，並稱這個數字為阿佛加德羅常數。例如，以下4種物質：水分子、銅金屬、碳和氯化鈉，都是1摩爾，它們的質量和體積不同，但都含有6.02乘以10的23次方個粒子數目。細心觀察，摩爾可以將物質的質量與該物質所含的式單位數量聯繫起來。每種純物質都有一個化學公式，而某物質的最簡單單位就是它的式單位。在化合物中，實際上一個分子就是一個式單位。例如 H2O 在離子化合物中是不存在有分子，因此氯化鈉的存在是一個式單位 NCl， 它由一個 N 正離子和一個 Cl 負離子所組成。水的相對分子質量為18，而1個摩爾的水，它的重量為18克，2個摩爾重量為32克，如此類推。1摩爾金屬銅是63.5克，1摩爾碳是12克，1摩爾氯化鈉是58.5克。簡單而言，某物質的摩爾質量是該物質一個單位的原子、分子、離子或式單位的質量。摩爾質量的單位是克每摩爾。例如，水分子 H2O 的摩爾質量是18克每摩爾，金屬銅的摩爾質量是63.5克每摩爾。注意，摩爾質量的單位是克每摩爾。B 水的相對分子質量是18，而不是18克每摩爾。